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我全心来敬拜你主，全心敬拜，高举双手敬拜你主，敬拜你主，我全心来敬拜你主，我与众天使夫妇深深敬拜你。出賣，我主竟要被賣被囚。父啊，求你把這苦杯拿去，求你叫我不因罪孽受死。父啊，求你不依我的意念，惟願你的旨意成就。是困倦，是困倦，是否在客西馬尼？不覺昏睡，沒有警醒，沒有預備。
out of our sight. Take all the terrors of the night. Arrest the worried thoughts that creep through heedless minds disarmed by sleep. This is the Lord's lullaby to be at peace. His angels near your side, now sleep. Oh, Father, please let this be done. Through Jesus Christ, your only Son, whom with the Spirit we adore, forever and forevermore.亲爱兄弟姊妹，咱同心用祈祷，咱来亲近咱的主耶稣。打来到你是阮宝座前，望你献上我感谢。着着我的罪，定是伫十架，流出你宝血，为我，主我打来到你是阮宝座前，望你献上我感谢。你对世来过我，也过世事关系，求赐我活命。主我要搁古你生命，你那的高永永远远。你手所记了的名单，
我的主，我感谢你，踏日陪伴伫我身边，比相思一你安慰。我的主，你拢看见，你会听。主，我感谢你，踏日陪伴伫我身边，比相思一你安慰。我的主，你拢看见，你会听。主耶稣，阮感谢你；主耶稣，阮深深感谢你。伫受难周的第4日，对阴暗到明仔载，是主耶稣受了定十字架的日。圣经内底记载，伫拜四的暗暝，主耶稣设立圣餐，伊组织伊的学生，亲像搬过节，耶稣用圣餐来建立新的搬过节。主耶稣带伊学生来到伊的面前。主耶稣对伊学生讲：“这是我的身躯，既然恁食的时，就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摕去食。”
用安尼来纪念我。伫受难周拜四暗暝，半过节，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拢是感恩，也是心内沉重。更较要紧，就是纪念主耶稣，毋是为着别人死，是为着咱每一个属地伊学生。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逐摆恁食这个杯，就用安尼来纪念我。见老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伊就是新的人，旧的代志，拢要因为主耶稣的拯救。咱要伫伊的内底得到改活，也愿咱伫今仔日，搁一摆纪念主耶稣的事，咱肯定，咱欢喜，咱甲咱的主耶稣讲：你为我死，主耶稣，我所存的年日，拢要献予你。主，这是你甲我立约，因为这个杯是新约，是你的血所设立的。咱同齐用安尼来纪念咱的主耶稣。Lord God, you sent your Son into the world, and before his hour had come, he washed his disciples' feet. You had given all things into his hands. He had come from you and was going to you. And what did he do? He knelt down on the floor and washed his friends' feet. He was their teacher and their Lord, yet he washed their feet. Lord God, help us learn from his example. Help us to do as he has done for us. The world will know we are his disciples if we love one another. Strengthen our hands and our wills for love and for service. Keep before our eyes the image of your Son, who, being God, became a servant for our sake. All glory be to him who lives and reigns with you in the Holy Spirit, one God, now and forever. Amen. « 耶稣经马可伊的厝，伫这个所在，为着万世代教会来设立圣餐，互圣餐真侪稳定的记号，今仔枵喙大的人通就近伊。伫这个暗暝，主耶稣嘛设立一个罗卜的仪式，因为主捌讲道讲，恁中间若有人要做大，都爱屈给家己来做罗卜。尊贵的基督，上帝独生囝。伊亲自设立服侍的仪式，亲爱的姊妹，咱信主那久，咱就应该那谦卑；咱信主那久，领受恩典那济，咱就应该白白得到。白白互人，亲像咱的主耶稣。所以传统教会
嘛称今仔日做洗脚的日，是纪念主耶稣。马可楼是设立圣餐的所在，马可楼嘛是将来伫圣神降临的五旬节时，门徒伫这个所在领受圣神的所在。所听兄弟姊妹，受难酒的礼拜，毋是一个社团的活动。受难酒的礼拜，是每一个基督徒重新来找耶稣，欢喜互主采用。洗脚是耶稣的精神，洗脚嘛是十字架的信仰。毋是要互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因为人主来到这个世间，毋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既然是耶稣基督学生，就甘心奉献，侍奉软正的人，亲就侍奉耶稣基督。主啊，当你国临到的时，求你纪念我。主愿你的国临到，伫地灵亲就伫天灵。所听的姊妹，伫时光的中间，愿咱对主耶稣讲：主耶稣，我愿意。我要学习伫一切假事。主耶稣，伫这个暗暝，主用你的神来充满我。彼此服侍，彼此洗脚，是教会应该有的记号，毋是表面上的洗脚，是欢喜照顾软正卑微的人。主愿将你的教会交行伫你的手中。主帮助阮无永远家己做中心，主帮助阮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人的需要。总是主恳求你成立宾馆，成福阮伫你的慈爱，伫你的听的内底来得到帮助。主先养起阮，互阮的家庭有满足的喜乐，互阮的人生有教育的一生。主怜悯帮助阮，主阮伫遮，阮要当心建立一间为着你拍开门来陪伴人的教会。主垂听，垂听我呼求，你与我祷告，我全心爱你主。
就常常祈祷，亲近咱的上帝做咱的利益。咱的教会就是今仔日的克西玛尼行。亲爱兄弟姊妹，咱心安静的时，咱的心就是主耶稣甲咱做的祈祷圣洁的所在。咱用这条诗歌，咱头一摆，咱用真清楚的语言，但是用咱的心来领受这条诗歌，做咱的祈祷。
是困倦，是困倦，是否在客西马尼？不觉昏睡，沒有警醒，沒有預備。成果临到迄时，耶稣着记伫我，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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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临到迄时。耶稣记伫我，你的成果临到迄时，耶稣着记伫我，你的成果临到迄时。是啊，耶稣伫客西马尼园祈祷，受了，伫天光受审判，伊被判死刑，为着世间人的罪，为着咱，伊死伫十字架顶悬。失败中，主耶稣，阮感谢你，主耶稣，阮感谢你，主耶稣，阮是甚物人？较会甘之承受你这种的温情，甲你的救恩，总是你的疼，已经白白予阮。主耶稣，我要感谢你，我要用阮一生所存的年日，真心来为你来活。虽然阮有软弱，有软者，有世俗，有欲望，总是主求你。无赶走阮，通互阮对伫你的身边。主耶稣，用阮一生对你到世间的路尾，
主，当阮捧起生产的杯时，有偌济摆，阮啉你的杯时，阮的心并无甲你做伙。主赦免阮，对当开始每一摆，阮若捧起你生产的杯时，主对今仔日开始每一摆，阮若捧起你生产的杯时，主耶稣求你怜悯阮，用你的宝血洗清阮对你的辜负，用你的血甲阮吸引，互世间人知影，阮实在是属于你。主教阮这个功课，主教阮这个功课，互阮用你的心做心，互阮明白你来到世间，你无求互人服侍，你反倒当做罗卜来服侍众人。主耶稣求你用你定时的手，看伫阮的心思意念，互阮幸福伫你的拣选，互阮全然心甘情愿，甲主讲，主我要为你来活。主，请你进入我的心内。主，请你进入我的心内。主，求你进入每一个你所听的囝儿查某囝。主，阮是属于你，无一个人例外。是你拣选阮，毋是阮拣选你。上帝独生囝。主耶稣基督，求你怜悯阮，上帝独生囝，主耶稣基督，求你怜悯阮，除去阮心中的自私、跨路、骄傲、情欲，主阮内面独独，互你充满。无出入勉强，是因为你的慈爱，你的丰盛来满足阮。主耶稣，阮感谢你，2000年来，你时时刻刻拢陪伴愿意的人祈祷，阮深信。今仔日就是阮生命改变的时刻。主耶稣，阮学到你的性命，你怜悯罪人，主你怜悯我，主我感谢学到你，主我将我的一生交伫你的手中，恳求你来掌管。
所听兄弟姊妹来领受主耶稣十字架的记号。咱已经捌受抹油，也有领洗礼，但是每一届咱想到主耶稣基督的事，咱就奉伊的圣名，伫咱家己的额头，伫咱的囡仔，伫咱的亲人，因的头壳遐顶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领受这个十字架。主对今仔日开始，黑暗的关系知阮是属伫你，人看袂出来，但是上帝你知。黑暗的关系魔鬼嘛知，阮是属伫你。上高临到彼时，耶稣着记伫我，你的上高临到彼时，耶稣着记伫我，你的上高临到彼时，耶稣着记伫我，你的圣膏临到彼时。阮伫天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面亲像伫天顶。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传这日子，着叫阮脱离咧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明仔阴暗，咱犹原有祈祷会。因为二林区的联合礼拜，因为疫情，所以有要求各教会家己处理。咱时间上，咱也愿意，咱犹原会当伫教会内底做伙祈祷。耶稣听恁。